喂，大家真係要聽清楚，呢件事唔係講笑，分分鐘影響你一世。你以為返去深圳、珠海北上消費，買返2斤臘腸、潤腸，或者係而家最流行嘅手撕雞、鹽焗雞返香港係好平常？你以為叫檔口老細幫你抽真空包到實一實，入落個靚袋度，海關就 check 唔到？我同你講，你真係諗多咗啦。最近海關大執法，單係呢幾個月入面，已經有超過500宗港人因為帶呢啲違禁品過關而被捕嘅實錄，唔係罰錢咁簡單，係要落口供、上庭，隨時留返個刑事案底。以後你想去外國旅行、申請簽證，甚至係揾份好工，都可能因為呢幾條臘腸而凍過水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徹底大踢爆，究竟海關係用咩黑科技等你無所遁形，同埋點解嗰啲所謂抽真空完全係自欺欺人。我哋由2024年講到2026年間呢啲個案點樣爆發式增長，睇完呢條片，你真係救返自己一命。我哋先嚟睇下呢個背景。自從全面通關之後，港人北上簡直係成咗一種生活方式。每個禮拜6日，羅湖、落馬洲、深圳灣全部都係人，大家去山姆、Costco、盒馬鮮生買得好開心。其中一樣大家最中意買嘅，除咗嗰啲網紅零食之外，最常見嘅就係生肉類同埋加工肉類。特別係老一輩嘅老人家，覺得內地嘅臘腸夠油潤、夠香，或者係啲生晒嘅鹹肉、金華火腿，價錢又平香港一大截。好多人就覺得我買少少啫，又唔係做生意，海關邊得閒理我啊？而且我仲特登叫老細抽咗真空，一啲味都冇，擺喺行李箱入面，夾埋啲衫，點會被發現啊？但係我話你知，呢種諗法真係大錯特錯。根據香港法例第132期章《進口野味、肉類、家禽及蛋類規例》，凡係未經海關簽發進口許可證而帶入任何生肉、冷藏肉、冰鮮肉或者家禽，甚至係野味，全部都係違法。你可能會問，臘腸喎？臘腸係乾貨喎，點算係生肉啊？喺法律定義入面，臘腸、臘肉呢類醃製肉類，因為佢哋無經過徹底煮熟，依然被歸類為生肉或者加工肉類。海關嘅標準好簡單，只要唔係全熟，只要仲有傳播非洲豬瘟或者禽流感風險嘅，通通都唔過得。點解我會話500宗實錄咁誇張？因為海關而家唔係單靠肉眼去睇。以前你可能覺得海關咁多人過，佢邊得閒逐個查？佢係抽查㗎嘛？係，以前係抽查，但係而家係科技執法。你知唔知海關而家部 X 光機有幾勁？嗰啲叫做雙能 X 光檢查系統。呢部機唔係淨係睇到你有冇金屬，佢可以根據物質嘅密度、原子序數，自動將有機物同無機物分析。呢個熒幕上面，金屬係藍色，塑膠係綠色，而有機物即係你嗰啲臘腸、豬肉、雞肉會顯示成橙色。當海關人員見到你個行李箱入面有一嚿橙色、密度又好奇怪嘅嘢，佢就算唔開你個袋，佢心入面都有90%肯定入面係肉。再講，你以為抽咗真空就無味？你太小看海關嗰班神探啦！我講嘅係海關搜查犬。你哋喺過關嘅時候，係咪成日見到啲拉布拉多或者史賓格犬喺度行嚟行去，好似好得意咁？我話你知，佢哋個鼻靈敏到你唔信。雖然你抽咗真空，但係喺包裝嘅過程入面，總會有一絲微弱嘅分子滲咗出嚟，或者係你攞過臘腸隻手掂過個袋表面。對人嚟講係無味，但係對嗰啲經過專業訓練嘅海關犬嚟講，嗰陣臘腸味簡直係好似霓虹燈咁搶眼。只要隻狗喺你身邊坐低，你就大鑊啦。我有個朋友嘅街坊，今年65歲，我哋叫佢陳伯。陳伯2024年年底嘅時候，喺深圳東門買咗4條臘腸，諗住返嚟加餸。佢特登用咗3層真空袋包住，再用報紙包多幾層，收喺個背包最底。過羅湖海關嗰陣，佢覺得自己神不知鬼不覺，點知行過嗰陣，隻搜查犬突然喺佢腳邊擺 pose。海關人員即刻帶佢入去小房。陳伯仲喺度辯解，話係熟嘅。
結果海關一拆開，仲係新嘅，即刻落案起訴。你以為罰幾百蚊就走得？最後佢被判罰款3000蚊，仲要留咗個刑事案底。陳伯喊都無謂，佢話一世人奉公守法，估唔到臨老過唔到關，留個案底喺度，以後想去外國探個孫，申請簽證都要申報話自己有刑事記錄，你話幾唔抵？其實呢500宗實錄入面，好多人都係抱住搏一搏嘅心態，特別係喺2025年春節期間，海關加強咗雷霆2025行動，專門打擊呢類走私。點解海關要咁嚴？唔係同你啲小市民過唔去，而係為咗防疫。你要明白，內地有時仲有非洲豬瘟嘅風險。如果呢啲未煮熟嘅肉類流入口，萬一傳咗俾香港本地嘅豬場，成個香港嘅農業會玩完，豬肉價錢會飛升。所以海關係寧錯殺，莫放過。除咗 X 光機同埋搜查犬，海關而家仲有一招黑科技，就係 AI 人工智能分析系統。喺各個口岸嘅閉路電視，唔係淨係錄影咁簡單，佢哋套系統會分析過關人士嘅行路姿勢、神情。如果你拎住個重嘢，但係又行得好唔自然，或者你個神色慌張，成日望住海關個位， AI 就會標籤你做高風險人士。海關人員個耳機入面就會收到提示，叫佢去截查某某。所以你以為你收得好埋，其實你嘅身體語言已經賣咗你。我再講多個案例俾大家聽，呢個係發生喺2026年年初嘅。有一位35歲嘅女士，佢係一名專業人士，平時好鍾意煮嘢食。佢喺深圳一間老字號買咗幾斤金華火腿，佢諗住金華火腿係醃製咗好耐，應該係乾貨啦，唔算生肉瓜。佢仲特登叫快遞寄去口岸自取點，然後自己拎過關。點知過關嗰陣被截，海關同佢講，金華火腿絕對係生肉，因為佢冇經過高溫處理。最後呢位女士唔單止要交罰款，仲因為佢係專業人士，呢個刑事案底對佢嘅執業資格都有影響。佢喺庭上面求情，話自己真係唔知，但係法官講咗句好重嘅嘢，無知唔係辯護理由。喺香港，法律就係法律，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咩嘢帶得，咩嘢唔帶得。好多人問，咁手撕雞呢？熟咗㗎啦喎。嗱，呢度係個大陷阱。海關嘅準則係徹底煮熟。如果隻雞入面仲係有一絲絲血水，或者海關認為佢未達到全熟嘅標準，佢一樣可以攞你去驗，或者直接告你。最安全嘅做法係直情唔好帶任何肉類。如果你真係想食，喺香港買啦，雖然貴啲，但係起碼唔使擔驚受怕。另外，蛋類都係一個重災區。而家好多人去山姆買嗰啲溏心蛋，或者係生雞蛋。我同你講，生蛋、半生熟蛋全部唔帶得，哪怕係嗰啲所謂無菌蛋都係咁話。2025年有一單案，有個男仔帶咗盒20隻裝嘅生雞蛋過關，結果被罰咗5000蚊，每隻蛋平均成本變咗250蚊。你話係咪食金咩？仲有一樣嘢大家要留意，海關而家對於商業用途同自用嘅界線都捉得好嚴。雖然法例上有豁免少量熟肉，但係如果你帶嘅量多，例如你一次過帶5隻熟雞，海關絕對有理由相信你係拎返嚟賣，到時告你嘅就唔係簡單嘅違反規例，而係大規模走私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覺得海關係咪太嚴啦？其實海關都有佢哋嘅壓力。你想下，每日有幾十萬人流量，如果每個人都帶少少，加埋就係天文數字。所以佢哋必須要用零容忍嘅態度。嗰啲所謂黑科技，除咗我頭先講嘅 X 光同 AI， 仲有紅外線感應器，可以偵測行李箱入面嘅異常熱量。如果你收埋啲啱啱出爐，仲係暖暖地嘅燒臘，紅外線一掃就見到。我喺度真心建議大家，唔好再聽嗰啲小紅書或者網上討論區啲人講，話我尋日帶咗都冇事，海關唔查呢啲。人哋冇事係人哋好彩，但係如果你係嗰500宗入面嘅其中一個，你就係100%嘅倒霉。
為咗嗰100幾十蚊嘅差價，賭上自己個清白之身，留個案底，真係完全唔值得。如果你真係唔小心被海關截到，點算好？首先，千萬唔好嘗試逃跑或者反抗，咁樣會加重你嘅罪名，變成阻差辦公。第二，老老實實交代，雖然法官未必會因為你唔知而放過你，但係合作嘅態度通常可以令罰款輕啲。第三，如果你真係帶咗，又未入海關大樓，最好嘅方法係喺過關前嘅垃圾桶扔咗佢，唔好覺得嘥，扔咗佢只係損失幾百蚊，帶過關可能損失幾萬蚊加一個案底。我哋再嚟深挖一下呢個案底嘅後果。好多後生仔可能覺得罰幾千蚊冇所謂，當交稅。但係你要知道，香港嘅刑事紀錄係跟一世嘅。雖然有罪犯自新條例，即係如果你被判罰款唔超過5000蚊或者監禁唔超過3個月，而且係初犯，3年間無再犯案，你個紀錄可以被視為已失效。但係呢個失效只係喺香港揾工，除咗特定行業有用。如果你係申請外國移民、出國留學或者去一啲敏感嘅國家旅遊，人哋問你有冇犯過罪，你必須如實申報。到時人哋領事館見到你係走私肉類，人哋未必知你係大臘腸，可能以為你係走私非法物品，直接拒絕你簽證。你話為咗幾條臘腸，以後去唔到英國、美國、日本，呢個代價你承擔得起嗎？所以呢，我再三強調，2026年嘅今日，執法係好嚴格嘅。海關嘅數據顯示，呢500幾宗個案入面，年齡層由18歲到80歲都有。唔好以為自己後生，穿戴得整齊就唔會被查。而家海關係用大數據，佢哋會根據口岸嘅大數據分析，邊啲時段、邊啲類型嘅人最容易帶違禁品，然後進行針對性打擊。大家返內地玩，食好嘢，買日用品係絕對冇問題嘅。但係講到肉、蛋、奶、菜，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。特別係菜，雖然生菜、菜心唔係主要打擊對象，但係如果有泥或者帶有特定害蟲，一樣可以被沒收。不過最重災區依然係肉類。總結一下，大家以後過關記得4個字，唔好搏命。臘腸、臘肉、手撕雞、鹽焗雞、雞蛋、鵪鶉蛋，呢啲通通留返喺心犬食完先好返嚟。唔好相信咩抽真空，放茶葉入去啫味，用錫紙包住，嗰啲喺海關嘅黑科技面前，簡直好似透明一樣。我希望呢篇稿可以傳俾更多人睇，特別係你屋企嗰啲中意返大陸買餸嘅老人家，佢哋可能真係唔知嚴重性，以為只係好似以前咁捉到就沒收。你要同佢哋講清楚，而家係會留案底嘅，刑事案底啊，唔係講笑。保護好自己，保護好家人，唔好因為一時貪平，一時貪口爽，就毀咗自己嘅前途或者晚年嘅安寧。記住，香港海關嘅職責係守護我哋嘅關口，我哋作為市民，配合法律係責任。下次過關見到海關搜查犬，你可以喺心入面同佢打個招呼，但係千祈唔好俾佢對住你坐低。如果你袋入面真係空空如也，你過關都過得大聲啲，行得直啲，係咪先？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呢500幾宗實錄係血淋淋嘅教訓，大家一定要引以為戒。2026年，我哋要做個聰明嘅消費者，北上消費要開心，更要合法。如果覺得呢啲資訊幫到你，或者可以救到你身邊嘅朋友，記得話俾多啲人知。我哋唔希望再見到第600宗、第700宗個案發生。臘腸雖好食，但係案底唔好受。大家保重，下次過關見。